那我都会觉得那个是好像是固定的，好像是被祖先规定的，好像要米夫定，好像一定要用咪哈，一直分不出来。好，一直分不出来那个咪跟妈哈。那咪的话，它是主要是我们先讲妈好了，因为我们今天要讲妈哈。这个妈的话，我们就要想一下，就是说，一般我们在描述一件事实，或者是人的习惯跟状态，还有一个就是像自然现象的时候，几乎都是用妈哈。像比如说像自然现象，像出太阳嘛，所以我们就会马吉拉了，有没有？或是马夫拉，对吧？就出月亮这样，这是自然现象嘛。那如果是人的状态的时候，比如说像马拉桑，有没有？就人的一种状态，或者是像习惯马夫店这样子哈。那或者是在描述一个事实也是一样哈。就是其实呃像其实这个马拉桑马夫店马吉拉，其实他也在描述一件事实啊，就是在描述一个事实，然后人的状态、自然现象都是使用吗？好，大概就是这样子，很简单。那其他的可能有一些是像呃 mission 的话，它是比较人的主动的动作哈，会显示人的主动的动作的时候，都是用咪型哦。那其他是用妈型。那有一些是不需要哈，像我们那个 PPT，各位你可以再仔细看 PPT 里面哦，有一些是嗯好，对对对，但我讲的是那个啦，我讲的是那个妈型哦。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讲这个哈，讲这个妈型的，一样7个时态哈。那我们待会就准备这个翻译哈，其实都是一样，跟咪型一样哦，所以我就直接跳过去。那这个的话，刚刚那个书写也提醒我，就是在简单式里面，如果使用妈型的时候，是在描述事实了。那我刚讲的是说，在妈型的这个词根的时候啊，我讲的是词根。那会使用妈的时候，一般都是讲自然状态，或者是自然现象，或者是人的状态这样。好，那我就往下啊。好，这边有范例哈，我们先看一下哈。那也顺便背一下，这个还是需要去记一下哈。像然后是名词哈，我们待会要使用的都是用名词，所以你现在先想一下，有哪一些名词是使用妈型的哈？那然后是一个名词，就是午餐，哦，所以吃午餐就变成马拉后，它变成一个动词哦。好，那马拉后度其实都一样哈，马拉后度吃中餐了，我们马拉后，哦，这边我们马拉后将要吃中餐。那进行式的话也是一样哈，马拉后盖正在吃哈，正在吃午餐中餐。好，那现在完成式。马拉后盖后还在吃中餐。那过去完成式呢？马拉后盖度哦，已经吃中餐了。那未来完成式，马拉后度哦，马拉后度就会吃中餐了哦。所以其实我们要记得是说怎么去翻这个哈，这个7个时态，我们应该怎么去翻这样的哦。那它的翻法其实跟在咪型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哦，只是我们是使用妈型的这个词根这样子。好，所以其实也很简单了。
我们上一次2周的这个练习之后，后面其实会很简单。我们现在讲第一个时态哈，现在简单式。好，我就边说，然后我们就想一下哈，使用妈型的名词词根哈，这边看一下这边。现在我们就找一下妈型的名词词根哈，因为我已经用了 hook 了，就不要用了 hook，你找别的，看还有没有别的。那我们的那个 PPT 最下面有，那其实也不多，就是我们提供的不多。如果说你觉得很无趣，你再自己去找。好，好，那现在简单式的结构，我们来看一下哈。好，妈加词根哈，就妈型的词根妈，马拉后，就是我们要先构词哈，这个是我们要练习的。马拉后就是吃中餐，所以我们的词根是拉后哈，构词是马拉后。那我们要结构一个句子哈，要完成这个句子。马拉后卡古多鲁米阿米阿。好，那现在简单式的话，它的时间都是使用比较周期性的哦，周期性的 PPT 后面也有哈。什么叫周期性的那个？就是表示时间的这个。那现在是应该是用哪一种时间哈？那通常我们会想 to me I me us，或是说to an，这样也可以哈。好，马拉好卡古多 to me I me us，我每天吃中餐。那马拉后是吃中餐，马拉后卡古是我吃中餐。啊，马拉后卡古我在吃中餐，或者是我吃中餐也可以哈。那后面加上一个周期性的时间，就是 do rumi ami as 啊，前面要一个 do 那个 rumi ami as 前面有一个 do 哦，它代表是周期性的、经常性的一个时间哦。do 灭咋咋按也 do 灭咋咋也可以哦，有一个按哈，do 灭咋咋按 do 弗拉弗拉散哈也可以。好，所以我们这个练习现在简单是比较简单，就是一个构词，然后一个句子这样子哦。我们来试试看哈，一样我们的练习一样是放在讯息栏这边哦，那写好的就放上去哦。我们的那个词根表其实都没有换过了。如果说你想要用别的哈，我这边用念的，看给大家那个参考看看，像那个 soga 嘛 soga 有没有伤口 remus 也可以，都是名词，我讲的都是名词嘛，或者是嗯、像那个头发我发毛发，然后也可以，或者是阿赖，哎，口水蒙阿赖，好，也可以哦。像洪水、山洪爆发那个这 sas 嘛，这 sas 也可以哦，都是名词的词根哈、但是它是使用妈的。我们正式的学员要那个一定要写哦，妈型的名词词根。
有人写上了吗？还没。这个应该不难啊，很简单。那我这边把那个 PPT 找上来好了。哦，名词的词根都在这边了。Citar, uras, urip, ukat, kapah, lahok, lafi, ranam, fali, falius 也都有。像像无方，无方就是洞、孔、孔，毛方这样也可以啊。这是名词哦。好，那我们先请 Alex 来念你的例句。马达亚的吉妈妈伊鲁多多罗米亚米亚，爸爸每天在山上工作。好，谢谢 Alex。好，那 Alex 的词根哈，它词根是 dayar，那 dayar 是妈型的哈，所以你看到马达亚的吉妈妈伊鲁多鲁多干啊，伊鲁多多罗米亚米亚，好，他还自己加了一个地点哈，马达亚的吉妈妈伊鲁多多罗米亚米亚，好像其实像这样的一个句子结构啊，马拉霍格古多鲁米亚米亚，其实我们这个都叫做那个动词句型哦，就是说我们使用我们以前像第二期的时候，我们有讲过那种像这个都有讲过哈，就是动词句型，然后名词句型哦，还有焦点的哈。那像这种都是属于动词句型，就是使用动词放在前面哦，那就用构词的方式去开启我们的这一句话这样的。好，我们请好那个秀兰姐已经 po 上来了哈，那我帮那个秀兰姐来念，它的词根是福电。福电的话，这个好像是动词，对不对？好，福电这个可以当名词吗？我看一下我的词根哦，是放在哪里？这样个福电，好，嗯，好，没关系哦，我就直接先念秀兰姐的哈，它的构词就是马福电，它的词根是福电，它也是这个妈型的哈，然后它结构的句子就是马福电个库多鲁米阿米阿，我每天睡觉，那这个其实就是陈述一个事实嘛。马福德个古多鲁米阿米阿，我每天睡觉。好，那保鲁这边的打败，打败是好，好的意思哦，不是熏哦，熏好就可以了哈。好了也可以啊。可是这个是动词，对不对？打败是动词，因为我们使用的是妈的名词。好，没关系，我们请保罗来念你的例句啊。那哎呀，哎，打败考，马打败都好了，马打败都aku tu ya kakak hong tu rumi ame as，我每天把那些费语考好了。好，那这个谢谢吴范哦。那
我再重新说明一下，就是我们先找找看哈，因为这个打败它其实是一个动词啦，那它是咪型的哈，如果那个打败是咪型的，可是妈的话是已经完成了，妈就会变成咪型的被动式，过来会变成它是被动式，就是被考了，但是它是咪型的哦。那我再说一下哈，因为你看这个，我刚刚一开始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哈，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说就是还我把那个关键咪就是有一点被动式，妈有一点是完成式，不是是吗？我跟你说哈，那个打败是咪型的，因为它是这个考这个动作哈，是人主动要去做的，人可以去去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它是嗯，用咪的，所以我们说咪打败都滴滴，咪打败都否定，就用咪哈，咪打败就变成一个动作，一个动词。那如果我要说马达拜多阿古加夫定，那个就是那个鱼被我烤好了，被我，对啊，哎，所以它是咪型的。那个妈哈，它不是妈型哦，这个妈是被动词，过来，被动词过来在一个妈型可哦，是马大拜多啊，姑姑对啊，不要否那定，那个是那条鱼我已经烤好了，也还是对耶，那个不是妈型，那个叫被动词过来。它的最原本的是咪型，咪型，所以我们要烤鱼的话，米达拜杜夫丁，烤肉、熏肉，米达拜杜滴滴，我们都这样讲嘛。如果那使用妈的时候，会是它的意思会变成被烤，马达拜就是被烤，这样有理解吗？所以你看哦，那个我再说一次哈、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有发现到这些问题，就是所以我想说先讲一下，就是我们阿美族的这个有时候会用咪用妈，那到底怎么分那因为我们待会都是要用妈型的名词词根我先说一下，我们待会用妈型的名词词根，那什么时候到底要用吗？就像刚刚那个打败我们讯息栏这边这个打败，它我们讲说这个妈型，它会表现的是自然现象，表现自然现象，或者是人的状态。比如说，我们讲说那个人的状态叫做就是说喝酒醉，所以我们会说马拉桑，就马不带，对，就形容他的状态。那如果说自然现象，就是马吉拉、马乌拉，有没有？这是自然现象。马乌拉杜、马吉拉杜、马吉拉斯古阿鲁，有没有？这个都是自然现象，所以都用妈两个呃人的状态跟自然现象这样子都用妈哦。那这个打败它其实是咪型的，所以这个巴洛你这边写的它是被动，所以马达拜其实你这边应该写，如果说马达拜度就是被烤了，如果讲的话就是马达拜度就是被烤了，好，这样不知道巴洛这边可不可以理解了好，那我看一下我们的学员今天只有3位那没有关系那这个其实很重要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打败所结构的这个巴洛所结构的句子马达拜多阿库
对呀，个个轰都鲁米阿米亚，好，马达拜多阿古，就是已经被我考了。那个嘎嘎轰哈，已经啊，所以你看啊，这个会如果我用问句哈，这边你米利在这个嘛大赛好，马达白对是个对啊，嘎嘎红，那些飞你考好了没有？什么呢？但是时间会不对哦。你看，那如果你要用过去式哦，那个时间会不对，因为马达过去白对是对啊，嘎嘎红啊，你现在有没有把那些飞考好了？马内国的意思呢？马拉捞嗯马拉捞呢？因为我跟你讲哈，其实，在部落我们在说话的时候，这样不会错了，你这样大家会听得懂。但是呃，这个结构哈，呀，你在那里啊，这些七大时态哈，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问那个朱老师哈，朱清义老师，看看这个有没有错。你可以问他，这个都是一些耆老还有专家学者他们结行嘛？构的。你可以问朱清义老师啊，这个这一章啊，所以你的那个句子哈，马达拜度会变成过去简单式嘛，所以你的那个时间不能讲鲁米阿米阿呢，你应该要讲那个过去的时间以后你马达拜多阿古加的嘎红以后你刚刚我考过了，应该不能讲鲁米阿米阿，鲁米阿米阿的话，你要就不能用妈了，你打败用咪了，你打败一个，因为它是这个打败是咪型的嘛，所以你要找一个妈的哈，母妈型来啊呀，在估，所以这边哈那个，我想因为我们这边也有那个这个旁听的那个族人嘛哈，因为每天我跟我妈妈对话，有没有？我当地是布拉萨等这个都是妈哦，嗯马当当这个在我们的理解是被主哎，马当地是布拉萨被就是，等等，所以那中文翻译你会怎么翻？中文马当当都过来，那个对啊，菜你煮好了没？完了，不要这样翻，那个马当当是被主，所以那个我们现在哈，就是我们现在的中文翻译一定要很准，要不然的话，那个我们考试没有办法考，会很容易那个出错。马当当就是被主，米当当才是主，米当当都沙登没有？哎，保罗，米当当的沙登是伊那古，我妈妈在煮菜，米当当。那马当当就是那个菜被煮了吗？哦，被煮，这个要分清被楚。煮了吗？哎，那个，所以因对啊，为那个，为什么？因为那个沙登是咪型的，所以那个只要是咪型的词根哈，如果你把它改成妈的时候，会变成被怎么样，被怎么样这样子。所以像那个米福定是捕鱼，对不对？马福定就是被捕鱼，这样就是被捕。啊，不定爱多，哎，就是被捕，要有被哦。这个保罗这个没有关系哈，因为你之前没有上第二期，我们第二期就是在讲这些，第二期的那个主语班，所以会有一点会很不习惯，我知道会很不习惯，但是哈，这个没有办法，因为我们阿美族的那个语法结构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教学哈，怎么讲就怎么翻啊，怎么讲就怎么翻，哦，不能说啊，意思一样就好了，不行，不能意思一样哈，就是因为那个是跟语法结构有关系，哦，要怎么说就怎么翻这样子，好，所以我之前有没有第一堂课讲说我们要对到，
要很清楚。当然不可能100%对到啦，有时候会有一些落差，那个没有关系哈，就是在我们可以理解的范围、合理的范围，最好每个字主语跟中文都可以对得很整齐，这样子，没有多的，也没有少，这样子。就是要给它对应就对了。对，这样的话我们才会很好理解，然后跟人家解释的时候就很好解释。哎呀，要对应。哦，所以那个打败是咪型的，没有错了，它确实是咪型的。啊，努妈型改名就很简单，人的状态形容就是它只要加妈的哦，就是人的状态，要不然就是自然现象，都会使用妈这样。好，没有关系哈，我们再练习看看。这个本来就是会讲主语的，本来就会有一点会搞混哦。这个是我们会讲主语的最大的困难，就是这样子哦。我们再看句型2哈。好，过去简单式哈，刚刚是现在简单式。那我们现在讲，哎，过去简单式好，那个书写有 po 那个哈，老师有 po 那个名词词根，这个是妈型的哈。好，那也是一样，我们都用看一下哈，名词的词根哈，名词有，好用名词的哈。好，那如果我要说我刚刚吃中餐了哈，我刚刚吃中餐了，因为有那个了嘛，所以它是过去式嘛，或者是我刚刚吃过中餐了，哦，我刚刚吃过中餐就好了啊，所以它是已经这个动作已经做过了哦，已经过去了哈，所以我们先看啊，那个刚刚就是以后你时间嘛，以后你这样好，那因为它是动词句型嘛，所以吃中餐我们一样就是马拉后啊，马拉后，所以我们的词跟我一样是使用拉后，拉后好，好，然后那妈型的话变成动词的话就是马拉后这样哈，好，那我先让它变成词组哈，什么叫做词组？这个应该还记得哈，就是没有主词的时候，它没有主词，马拉哈杜哦，所以它就到底是谁要吃哈，不知道哈，所以它没有主词，所以我们都讲说词组这样哈，还不能变成一个句子啦。所谓的句子就是说我能够很清楚的表达这句话的意思这样，所以它有主词。好，那词组就是马拉哈杜，马拉哈杜就是讲的就是让它变成这个过去式哈。看一下这个马拉哈杜就是吃中餐了。好，好，那我们来结构一个句子哈。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中文了。马拉哈杜嘎库，我吃中餐了。哦，然后呢，要讲一个过去的时间嘛。以后你刚刚，我刚刚吃中餐了。好，马拉哈杜嘎库，我吃中餐了。那如果要讲时间，就加在后面，以后你这样就可以了哈。好，我也可以讲马拉桑杜卡库，那接了，我昨天酒醉过了，也可以了哈。马古拉路哎，对啊，也是可以啊，马古拉路，对不对？所以你看那个古拉路是不是用吗？就是讲人的状态嘛。哦，所以那个巴洛哦，西，巴马古拉路，洛西可以，你可以用那个啦，那个书写这边选一个。伊拉古达亚了，伊拉古玛呢？哎，其实还蛮多的，我刚刚还有补几个嘛。拿来，拿来，口水忙啊，口水，忙拿来，涵盖是什么意思？马阿拉亚后，忙拿来就是说羡慕、渴望嘛，对不对？就是他讲的是人的那个状态，一个心情的状态，这样。好，那我们继续啊，我刚刚这个已经讲完了嘛。
麻辣火都吃过了哈，吃中餐，吃过中餐，吃中餐了，麻辣火都。呃，示范套一个字根给大家看。示范套一个字根。好，呃，志杰老师，你的意思是说叫我按这个重新做一次，是不是？好，那我用写的好，好，我找一个字好了。那个我来示范那个，然后你看看可不可以照我的方式哈，照的方式写一下哈。好，再来问。来，名词哈，比如说，好，我用刚刚的，嗯，等我一下哈。马拉桑马古拉路，可是名词之根哦，好，名词之根哦，拉上是那个名词好，名词名词名词，名词，所以拉上就不行哦。马上不行了，古拉路是可以吧？古拉路名词是对，古来路不是名词哦，古拉路不是名词吗？不是不是，古拉路名词。嗯，等我一下哈。对，我在打字，打字，哦，保罗，你有在写吗？慢，你有在写吗？你可以莫给名词。不用那个哈，那个保罗，你看我我用这样示范给你看了，我用上面的那个第9个。
我用风，风是名词嘛，马法利就起风，马法利度就是起风了，或是就是有风的意思哈，起风了。有一首歌叫起风了，好，就是马法利度。好，那构词哈，马法利、马吉拉、马乌拉，这个都是自然现象哈，所以用吗？好，那词组马法利度，我就让它就是变成这个哈，就是过去简单式的这个词组马法利度。那因为还没有主词嘛，所以叫做词组。然后现在结构一个句子，就是马法利度咕鲁米阿，然后你鲁米阿就是我们的主词咕后面嘛，马法利度咕鲁米阿，好，然后你刚刚天气刚刚起风了，是这样子。这样搞了，这样可以吗？有看得懂吗？大概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啦。那其实没有常常打字的，其实可能会稍微慢。但是如果说按照我这个速度，其实应该来说也不会多慢哦。我也是刚刚才看嘛，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哈，就是我们的学员，不管是正式的或是旁听哦，先不要想太复杂。那如果除非你的资料很多啦，你可以找一些不一样的那个词根哈，因为我们所提供的就这12个而已。那只是为什么没有提供很多？是因为重点不是这个词根呢、重点是练习这个哦，所以我们就拿一个词根这样练习，只要把这个练习起来就好了啊，顺便背这样子。好，所以巴洛斯你这边可以吗？OK 吗？法律你看哦，因为法律它是妈型的哦，那它是名词，因为我们是使用名词的词根，然后我们就开始构词哈、可以，我们就构词马拉后，我们写马法利起那就风嘛，那就马拉费好了，也可以啊。所以我的意思说不用想太多就是哦。马拉妈费，加名词嘛，这样哎，对，没错，对哈，像这个哎，概念就是对的，然后再有的。对应嘛哈，然后词组就让它变成过去简单式啊，哎过去式让它变成过去式，就是马拉菲杜，对不对？马拉菲哎，杜，那变成句子呢？马拉菲杜基伊那，以后你这样就好了。马拉费都基因了，这样就好了。那你要过去的时间呢？还有一个时间，我们马拉费都基因了，嘎拉菲安，这样就好，也可以啊。对不对？那表示这个卡拉皮安是已经过去的哈。是过去了吗？哎，还是就是正在使用晚你餐？没有，我们是过去式哦，所以不管你用哦，我哪一个，们现在是过去式呀。哦哎，哦，如果你说好，卡拉皮安，你也可以啊。可是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卡拉皮安是已经过去的，我们已经过了那个时间了，卡拉皮安。哦，好，对，好，像我们提供的这个哈，我先看一下这个，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你看哦，我这边再说明一下哈，就是这个时间副词的这个对应呢，虽然我们你看啊，就是我们有用，如果在现在简单式的时候，你可以使用这些啦，你就不用想太多，哦，使用这个。那未来简单式就使用这个，现在进行式的话就使用这个。时间哈，这个是时间的，那一样，现在完成式就使用这个哈，这样。那像刚刚呃，法洛特有提供说，嘎拉菲安，其实他就是讲的是吃晚餐的时间哈。那这个吃晚餐的时间，不管是几点，反正你知道那个是过去的时间了，
不是现在哈，那个概念啊，你的概念就是我们哈的盖杜古拉奇刚就是我们过去的马哈的时间就是已经马哈的过，马拉菲，哎，你的概念要这样想哦，你要这样想，哎，马哈的盖杜马拉菲，拽一个阿尼尼哦，好，哎，对对对，来，好，这边嘛哈，那我请，这个现在到哪里去了？好，Alex，请 Alex。哎，行行，我改在7:43那边。哦，诶好， ，Olive 生命，马 Olive 生活，马 Olive 多生活了，生活过，马 Olive 多及嘎嘎伊巴萨嘎伊阿幺努尼亚米尔扎，姐姐去年在国外生活过。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Alex 哦。那我们来看哈，Olip 是人的生命或者是生活也可以哈，所以它其实讲人的生命或者讲我们的生活，我们过活的那个样子都可以，那都是名词，那它是妈型的哈，所以马 Olip 我们也可以讲说活着，马 Olip 那或者是生活哦，变成动词哦。好，那词组的话就是马乌里杜，就是有在那边生活过的意思啊，马乌里杜。嗯，好，那 Alex 的句子是马乌里杜去嘎嘎伊巴萨嘎。好，我们讲那个巴萨嘎，其实在我们部落是讲玉米哦，也是讲那个外国人玉米外国人，那也可以讲外国的地方哈，那就是国外了哈。Jika Maulid tu jika pasaka ayaw no nuni mehza ayaw nuni mehza 就是过去的时间嘛，nuni mehza 就是 mehza 就是年哈，nuni mehza 就是今年这一年的前面，那就是去年了。ayaw nuni mehza 就是过去的时间哈，所以去年哈，那他用姐姐表示可不可以呢？其实可以哈。嘎嘎，因为他没有讲说我和排那嘎嘎，但是他知道啊，就是 Alex 的概念知道，他讲的嘎嘎就是他的姐姐了，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了。好，马乌里的吉嘎嘎伊巴萨嘎伊阿幺努尼亚巴米扎，好，去年的时间，姐姐去年在国外生活过哦，或者是生活了啊，你看生活过会比较好。好，那我们接下来一样是秀兰姐的哈，那我帮秀兰姐来念她的例句哈，是7:40的哈。好，哎，好，马拉菲哈，拉菲是晚餐嘛，马拉菲。那构词就是马拉菲，就是吃晚餐的意思哈，一样跟这个马拉后是一样的。那词者的话是马拉菲杜，吃过晚餐了啊，吃晚餐了也可以哈。所以我们讲就吃过晚餐，或者是吃晚餐了就好了哈。我们就择一哈，以后我们就择一。简单式的话，我们就择一。过去简单式，吃过晚餐，或者是吃晚餐了这样子。好，那句子的话，马拉菲多嘎古以后呢，我刚刚吃晚餐了哈，就是跟我这个一样哈。好，我刚刚吃晚餐了。好，谢谢秀兰姐提供的这个。那巴洛斯，你那边 OK 吗？你有在想吗？你有在找吗？matateka ni si wala na usay, lafi. 哦，那你换一个啊。法六斯也可以啊，那么多。Maha
你是要阿咪delete 咯，个你就换你的主词就好了嘛，用马拉菲其实也可以了。你换一个主词，马拉菲，就恩姐是用 gaku 嘛，马拉菲基因那也可以啊。我反正那个时候我就是用基因啊。哎，也还是努拉好，你这样就可以了。这是下午的时间，所以也还是努拉好是中午完之后的那个时间讲的就是下午嘛，所以表示我们现在讲这句话的时间一定是下午的后面，哦，不是傍晚就是晚上，反正那个就是今天的下午。那我现在说这句话，马拉菲杜起伊那伊哈勒努拉后就是中午之后就是下午嘛，所以我们现在讲这句话的时间绝对不是下午，而且不能是下午了，因为是过去式嘛，所以我要讲这句话的时间不是傍晚就是晚上，这样子哦。所以那个哈勒努拉后就是过去的时间哦。那我们概念上、想法上要这样想。拉菲他干嘛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那个巴洛斯，你把这个写完哈，然后我们先休息10分钟。伊拉东，再走。我马上说。好的，意思的，10分噻。慢。10分。10。马拉菲晚餐，马拉菲都吃晚餐了。马拉菲都基因以后呢，妈妈刚刚吃晚餐了。哎，要加过。那打慢慢。吃晚餐了可以啊，或者是吃过晚餐，这样还有吗？大妈，你的词根，应该我觉得要加过了，吃过晚餐。我们择一啊，你看这边好，那个 PPT， 我们择一个，吃晚餐了，吃过晚餐，这样子。还好，还好，哎，好，好，谢谢老师。OK， 我们就慢慢练习哈。我们现在是7点50哈，我们先休息10分钟好不好？我们先休息，我们8点整回来，好，8点整回来，我们再继续来上课。一搞完后，我们过下一题。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结构哈。我先说一下，我们今天哈就不用想太多，我们都是使用妈型的名词的词根哈，所以或者是你选一个都不要换都可以哦。那如果说你觉得这样太无聊，你要换都可以，那也行哈。好，那我们先看一下哈，未来简单式的这个结构要怎么结构哈？很简单，我们选的词根前面加一个妈就好，动词的前面哈。我们的词根如果是然后，那我们变成构词之后变成动词，就是马拉后，它是动词嘛，马拉后。好，不好意思哈，我一直讲那个，我先确认一下，那个大家有回来上课了吗？伊拉都在一早来，比那南。伊尼嘎古。好，我刚没有确认有没有人哦。好，那好，我继续哈，就是名词的词根妈型的哈，变成动词就是马拉后。好，那未来的话呢，马拉后就是将要吃午餐哈，就是这个词组这个地方构词，我这边有改啊。如果说你有下载的，你自己就自己修改哈，因为刚刚这个没有删掉。构词的话就是马拉后就是动词哦，吃午餐的意思。好，那词组呢？就是变成我们这个未来简单式的这个结构这个地方哈，马拉后就是将要吃午餐，或者是将会吃哈，重点就是将要这个将会哈，马拉后将要吃午餐。好，那句子呢？anhoni 就是anhoni 是刚刚过去的哈，anhoni 就是待会哦。待会还没有到哦，
这个待会那个时间还没到，只是说等一下哦，就待会。然后你好，我先来念主语哦。妈妈拉后个古，然后你妈妈拉后个古，妈妈拉后个古，我将要吃午餐。好，我将要吃午餐。妈妈拉后个古，在什么时候呢？待会哦，等一下，就是然后你这样，所以把这个时间放在后面啊，未来的时间。好，我再说一下，妈妈来好个姑，然后你就是我等一下将要吃午餐，就这样子哈。那我要再重申一下哈，就是我们上课的重点，我们上课的重点就是这个时态哈，7个时态，我们把它搞懂，然后把它背起来，这样。那现在简单式怎么用，怎么翻啊？过去简单式怎么用，怎么翻啊？那未来简单式呢？一样哦，要怎么用怎么翻哦。好，咪醒的话还记得吗？咪醒的就是妈咪夫定就将要捕鱼嘛。那如果是妈醒的话，就是妈妈啦，或者是妈妈。好，妈妈啦，好可顾。然后你们待会将要吃午餐，那吃了吗？还没吗？就是时间还没到嘛，待会嘛。所以这个叫做未来简单式哦。好，阿丁尼亚在过这个地方哈。那少了乌，好，这个我刚刚没有写了哈。我们的句子哈，这个有时候我们会不知不觉的省略，但是我们还是要谢谢苏贤老师提醒哦。这个未来简单式跟这个未来完成式哈，前面还是要有个乌哈。那我刚刚的这个，哎，等一下哦，先要改到好，我这边稍微改一下哈，等我一下。好，那个我这边有做一个修正哦，刚刚有发现错误哦，就是未来简单式的话，前面还加有乌哈，乌乌就是我们以前讲的那个数格嘛。那在我们介绍的时态里面，只有2个要加哈，就是未来简单式跟呃未来完成式哦，都要加这个我妈妈拉后个管的 honey 哦，我等一下将要吃午餐哦。好，OK，那这个讲解完了哈，我们就练习一下吧，也很简单哦。好，好，秀兰姐一样哦，我帮她念哦。发力哦，好，秀兰姐这边的8.08分这边哈，我要帮她练，帮她念。它的词根选用这个 Valius，就是台风哈。
那它是名词，马型的名词。好，那构词的话就是 mafarios，就是虽然你看，虽然他讲台风哈，嗯，我们也可以讲，如果因为法律我们讲台风它是名词嘛，可是如果要变成动词的话，中文发音我们可以用说，起台风了，加一个起好不好？因为我们刚刚看一下前面，我刚刚用发力的话，我也是用起风了哈，因为光讲台风好像没有感觉到那个它是动词哈 m a f a r i u s 那它是一个动词嘛哈，所以我们可能用起风了，起台风哈，起台风可能很怪哈，但是没有关系哈，只要能够表明清楚它是干嘛的就好了，哦，因为我们是要学主语，不是要学中文哈，所以如果中文听起来怪怪的没有关系，我们只要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就好了。那法律就是起台风这样子，好，那将会起台风怎么讲呢？Mama Farius 哈，加这个词组哈，就是未来完成未来简单式哈，Mama Farius 好，Mama Farius tuku rumiat anhoni 好，anhoni 就是等一下。那但是那个修兰姐这边少翻了一个 rumiat 好，天气等一下将会刮台风啊，应该用刮台风哈，比较顺哈。我们都讲刮风嘛，刮台风这样。好，Umama Farius tuku rumiat，哎，那个男士是用了 rumiat 啊，不晓得啊，应该如果是还能是 rumiat 哦，RO 这样 rumiat，然后你待会等一下，天气待会将会刮台风这样。好，这个是秀兰姐的哈。然后看一下哈，秀兰姐不好意思哈，起台风、刮台风了，好，刮好像比较顺，大家比较习惯了。好，好，我们请巴洛来念你的。哎，起下了太阳，哎，妈妈起来都将要放晴了。妈妈起来都嘎嘎来安起了，明天天空将要放晴了。那围绕个，死了。巴洛，你看我们的这个 PPT 哈，你看一下我们的 PPT 那个构词组这边构词的方式哈，如果用妈妈你看哦，我再回头看一下啊，这个我们看这个其实算是公式了。那保罗，你看哦，Majidar do 是过去了哈，就是说太阳已经出来了，已经过去了哈。这个就是它出来这个动作已经过了，就我们叫做 Majidar do。那如果是未来哈，未来找个 Majidar 只是说未来放晴，Uma Majidar 没有 do 哈，Agad do。Uma Majidar do 这样子哈。所以这边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我们看我们这个哈，没有都哈，所以那个我们的中文的话，将要放晴就好了。妈妈乌，妈妈知道，妈妈知道就好了，将要放晴这样就好了。好，那个你的句子我妈妈知道了，咕嘎嘎拉呀，应该用咕哈。我妈妈知道了咕。没有，我觉得应该是少了一个姑了，应该是我妈妈知道都姑嘎嘎来安起了，应该你的都
跟菇要有一起啊。你的都不要有都。好，乌妈妈吉拉的菇嘎嘎拉呀，我妈妈记得不要菇，都不要都，我会习惯念成都菇呢。所以你要改啦，你要改。我妈记得都菇kekarayan anu sila ngahantu呢。哎，你那是口语化，就是不要用口语化的，就是用这个公式，乌妈吉拉的菇就好了，不要都。哦，哦，好，对对对，谢谢老师。不会，因为这个就是说，会跟我们的习惯的用语哈、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差别。那不是说我也跟我们那个线上的学员说一下哈，达陆说的其实没有错，因为我们部落都会这样说，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因为你都蛮多啊，我妈妈对记得都菇kekarayan anu sila，就是对对对，那因为我们现在都是会加都后面一定会加菇。对，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利用这个学者还有耆老他们所认定的这个标准去做，那这个都就先暂时不要，哦，先暂时不要，因为这个很重要哈，就是说，呃，我们现在是这样子哈，我们线上的这个学员，第一个的这个会来上课的原因哈，第一个可能要考主语认证，可能哈，可能考主语认证。那第二个，自己本身就是教学的师资，就是已经在教人的，可能这两种比较多哈，我们线上的。所以不管是哪一个哈，不管是你要考认证或者是要教人的，都需要把这些词语结构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公式了，这个公式要用对哈。那为什么一定要照这个啊？因为这个已经是很多的耆老他们已经认定是这样说啊，这个规则是这样子。那他们也不敢那么断定说，像刚刚宝路说的是错的，不会，也不会错啊。只是说我们在现在学的时候，先用这个公式去念这样子哈。那像宝路说的，大家听得懂吗？我听得懂。也就是说，我如果说在平常的谚语，因为我根本不会，在部落都很忙。对我也不会纠正他。但是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学习里面，保罗你也因为这样念的话会比较顺。没有了，保罗你我妈妈知道都菇kekarayan anu 不 sila，要就是不要再念了，这样子。保罗不要再念了，你会一直习惯。那我的意思是说这样子哈，你先照这个公式做，因为为什么？对对对对，先不要念那个，因为我怕他会搞。你先不要念那个哈，我们现在是简单式哈，未来简单式哦，好，那不要有都哈，未来简单式不要有都哈，好，那换谁？等一下，嗯，好，哎，我看一下哈，确认一下，刚是拔路的，然后现在是 Alex，好，请 Alex。来，二是光，马儿是照亮，乌妈妈儿是将会照亮，乌妈妈儿是固定的努就该，有马了歪啊不了，我的最以改先拿歪啊什呀，教堂的灯将会照亮烦乱的心，在寒冷的夜里。来，好，好，谢谢 Alex 提供的这个例句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哈，asleep，那或者是类似那种可以讲光是没有问题哦。那另外有一种说法叫里嘎，里嘎是亮哈，马里嘎马 sleep，sleep 是有一点像闪
闪烁那个样子哦。好，那 matli 呢是构词哦，妈型的，就是闪亮或是照亮也可以哈，matli。好，那这个 atli 是光哈，光束哦，光束 atli。好，它的词组我妈妈 t 将要照亮，将要闪亮，将要照亮可以了啊。我妈妈 t 那句子呢？我妈妈 t 过丁吉 no 丢开。好，好，我们先念到这边了。我妈妈 t 过丁吉 no 丢开。丁吉就是它是外来语啦，电器嘛哈。那后来我们主语都使用来变成那个灯哦，那个月光灯啊之类的哦，灯泡。我们买这个电击诺球盖，电击诺球盖是教堂的教会的灯哈，教堂的灯。我们买这将会照亮，好，或是将要照亮。我们买这个电击诺球盖，好，那要照亮什么呢？都马绕绕外啊，巴鲁做，好好，我们分成3个部分哈。都教堂的灯要照亮谁呢？照亮这个都后面它有个受词，马绕绕外啊，巴鲁做，马绕绕就是它也是构词哈，也是妈型哈，马绕绕外就是烦闷的或是烦乱的心哈，马绕绕外啊，巴鲁做。马劳拉外阿法鲁做烦乱的心哈。那在什么时候呢？以嘎西纳湾阿萨萨亚哎，好，就是在嘎西纳湾哈，嘎西纳湾是一个时间点哈，嘎西纳湾啊萨萨亚寒冷的夜晚哦，可以。是南湾啊，在是寒冷的夜晚，在寒冷的夜晚，所以它这个一后面这个是一个时间哈，只是它前面有一个这个 Gasinawan 讲的是寒冷哈。好，我再重新念一遍哈，这个还蛮有创意的哈。我mamatli ko tingki no kyukay to mararaway a faluzo i Gasinawan a tataya 这样哈。教堂的灯将要照亮烦乱的心，在寒冷的夜晚。哈，那因为这个是未来简单式嘛，我们讲说那个时间是未来的时间哈，所以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有可能这不是有可能，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一定一定是在这个寒冷的夜晚的前面嘛，前面一段时间嘛。那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反正这个寒冷的夜晚就是还没有到的那个时间，概念上是这样子哦。虽然我们从字面上没有办法去确定它是什么时候，他没有办法确定到底是昨天的寒冷的晚上，还是今天的寒冷的晚上，还是明天的，都没有确定。但是我们的概念上要认定它是还没有到的。早个到还没有来的那个嘎西纳湾阿萨萨亚，所以他讲的就是，也许像如果我现在讲的话，现在是晚上啊，所以这个嘎西纳湾阿萨萨亚一定是明天之后嘛，哦，就是在今天之后的那个寒冷的晚上，这样哦，概念上要这样想。好，那个白露，你看一下那个书写的。哦，有哦，好，Tidak tama araw ako. 可是你自己不要搞混哦，哈。Man, 反正我说你不要搞混，就是呃，ay ano ni hay masasifur san kunina na sa 好，
Masa sibutku misalnya satu niado ai ini 那你就记这个啦，把这7个把它记熟就好了。然后现在简单，过去简单，未来简单，这样看嘛然后进行式的话没有分现在、过去、未来，进行式的话，所以只有一格这样子。然后这个现在完成是这个，过去完成是这个，未来完成是这样。好，OK，はい、先生、来。好，好，现在好，还有吗？我看一下哈，嗯，好，我们现在进行到第4个哈。好，进行式哈，进行式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进行式只有一种嘛，所以比较简单，就是词根啊，然后构词我一样用拉好考嘛，拉好啊，这个是构词，吃中餐哈，就变成动词哈，一样是形容名词啊，马拉好就变成动词，然后要变成进行式啊，所以我们要先写词组出来哈，马拉好盖就是正在吃中餐哈。那乌拉塞正在下雨，哦，马拉菲爱就正在吃晚餐，就这样子哈、后面加一个爱，这个爱就是时态啊、时态正在的意思哈、不是在吃中餐的人哦，不是哈、马拉豪盖不是哦，我们现在讲的是时态哈、正在吃中餐。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哈，因为是进行式的话，我们要写当下的时间呢、反正我讲这句话，不管是讲到任何一个时间，那个时间就是现在的时间哈，当下啊，或者是用简单一点阿尼尼，或者是伊马蒂尼都可以哈，简单一点。好，那我这边呢，我用简单一点，马拉好盖个古埃伊马蒂尼，马拉好盖个古伊马蒂尼哈，我现在正在吃中餐，好，好，就这样子哈，练习一下这现在进行时。好。我们要练的哈，我们要练习的就是那个时态，时态啊，我一直重复讲那个时态，就是希望大家把那个专注点放在那个时态哈，还有它的翻译的方法。好，蓝色的讲的就是那个时态，那这个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哈，我们有时候会讲马达亚来，吉桑马古马达亚来，那个马达亚来，如果我这样说的话哈，嗯、在如果要说那个，嗯，扫码是工作的人哦，那大家来，如果讲的人的时候就用 ay，那这个 ay 它讲的是构词哦。那如果讲时态的话是正在哈。好，我们继续练习哈。我们来看一下秀兰姐的，好，诶，好，那我来帮秀兰姐来念哈。秀兰姐选的词根是 gaba，好，那不过如果你要翻成漂亮或者是好，那就不是名词了哈。这个 gaba 好的话就变成什么形容词哈。所以那个秀兰姐，你要不要换一个？我看一下哈。马拉菲高贵们，哎，你是用拉菲还是用什么？好，那
秀兰姐，你的这个是不是有用错？好，我先来念哈，秀兰姐的嘎巴，它其实有两个意思啊，一个就是讲的是年轻人，如果讲名词的话，讲的就是年轻人啊，就是青年人。那马嘎巴嗨叫做能不能翻呢？如果用时态哈，构词是马嘎巴，那词组如果我们说马嘎巴嗨，会变成什么意思呢？正在年轻，它会变成这样子哈。马嘎巴亥是因为那个我们讲时态嘛，时态的话，这个爱就变成正在哦。我们现在讲进行式嘛，正在年轻，马嘎巴亥哦。好，那我帮他修正好，这个嘎巴是年轻人哦。那名词马嘎巴亥就是正在年轻哦。那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啊，我先照那个来翻哈。正在年轻这个是什么概念？不晓得，我们来看看哈。Magbahay，magbahay ko tatirengan ni ina imatini。我翻翻看哈。ina 是主词嘛哈。tatirengan 不好意思，tatirengan ni ina 的身体现在正在年轻。啊，伊娜的身体现在正在年轻，这样子就会变成这样子哈。那如果说好，可不可以正在？如果是我们如果说不要限定用名词哈，我们用动词呢，那形容词 magaba 也是正在好，或者说正在漂亮，正在变好。magaba 个大地人啊，你呢？你马丁尼，妈妈的身体现在正在美好，正在漂亮呢，可不可以？嗯，其实感觉上好像是可以哦。不过这个我不知道，像主语的话比较少。我这样的，就是说从中文来听的话，好像可以。不过在主语里面哦，嗯，比较比较勉强，所以一般来说不会说。所以这个我再回头看一下，我们在网上看那个，我用 PPT 好了，这个发行的字根这个嘎巴嘎巴，如果我们讲是名词的话，那它讲的是这个年轻人啊，嘎巴跟这个 d o 是相对的哦，一个是老人，一个是年轻人。那像秀兰姐这边的这个练习，她用好，她翻的也是对的哦。但是我们现在因为使用的是名词，我们使用的是名词啊，所以我们在这边就不好翻了，会不好翻，所以可能要换一个方式哦。嗯，妈妈的身体现在正在好转，makabahay ko tatirangan ni ina imatini。makabahay ko tatirangan ni ina imatini 可以啊，现在正在好转，对。所以你那个上面那个马拉菲那个是多余的嘛？好，
慢慢的事情现在正在好转好，其实都可以了。所以像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马嘎巴嗨正在漂亮，正在变好，正在好转。马嘎巴，对。如果哈，我先说一下那个秀兰姐，你看哦，就说呃，如果说我们用我们 PPT 这个名词词根的话，那你这个嘎巴就要写年轻人嘛哈。那其实这个词组构词这个地方马嘎嗨词组这个地方就变成要正在好转，因为好转它可能有那种变好的意思了哈。马嘎巴嗨正在变好。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跟你的这个例句哈，妈妈的身体现在正在好转，这样就会被搭到了哈。那主语的部分都没问题。好，那其他人我看其他人有没有 PO 了呢？好，我们请 Alex 来念你的例句。马达亚的工作，马达亚赖正在工作。马达亚赖及妈妈以巴鲁塞安与马蒂尼，爸爸正在果园工作。好，谢谢 Alex。好，Alex 的也一样，它的词根是达亚，所以构词的话就变成马达亚了。马达亚就变成那个动词哈，工作的意思。马达亚赖就正在工作。好，那它的完整句子呢，就是马达亚赖及妈妈。好，爸爸正在工作。马达亚赖及妈妈。那个鸡是妈妈的这个专有名词的那个格位标记哈。马达亚赖及妈妈在工作。那正在工作哈，因为马达亚赖是有那个时态哈，爱马达亚赖正在工作，请妈妈正在工作，在哪里呢？以巴鲁塞安，好，先地点。巴鲁塞这个也是构词哦。巴鲁塞是水果，那巴鲁塞安就是嗯果园的意思哈。结构的话就变成果园的意思。时间呢？马丁尼现在哈，爸爸正在果园工作，或者是现在也可以。爸爸现在在果园工作，爸爸正在果园工作也可以哈。好，那接下来就等那个巴洛什么哈？巴洛你有在写吗？Ira, minara au minanam. 没关系，没关系，我也不用赶哦。没有关系哈。那个你就看那个 PPT 啦，就先对照一下。那我们其实从第一周一直到现在哈，其实我们都是这样子，其实都怎么讲，都很好去那个进行哦，都是一样，就是7个时态，1、2、3、4、5、6、7，7个句型咪型的，然后再否定句这样子。那现在就是变成现在就是这个妈型的7个。所以我们还有3个没有讲哦，看看能不能今天讲完这样。如果我再举一个例子哦，那看看我们像我用我这个
这个 PPT 这个例子哦，因为现在进行是现在的时间，我们不是讲阿尼尼，就是伊马丁尼嘛，哦，现在正在，如果我现在讲这样呢，马拉好盖嘎古伊嘎拉好干，哦，我这个时间我用伊嘎拉好干，嘎拉好干就是中午的时间嘛，马拉好盖嘎古伊嘎拉好干，这个要怎么翻？我中午正在吃午餐，可不可以哦？当然可以啊，因为现在就是中午嘛。我中午正在吃午餐，也可以啊。所以那个其实看怎么去描述了。那我们的概念就是现在进行式，你讲的那个时间就是当下，好，只要你讲的那个时间就是当下。比如说马来开个库，杜萨达杜根，我2点正在吃午餐，所以现在就是2点。我现在讲话的这个时间就是2点，杜萨杜基，啊，或者杜萨杜基，哦，2点钟嘛。好的，那巴路的简单的，好，简单一你直接讲点，不要太具体的。复杂。好，伊马丁尼跟阿尼尼是一样吗？一样啊，都是当我的下的在都时间，在，现在那个是当下。正在嘛。阿哎，尼尼跟现在一样。马拉好，菲埃基因啊，伊马丁尼，我喜欢好，用阿尼尼斯。妈妈好，正在吃晚餐，现在。妈妈，那你的，所以那我问你哈，好，那马丁尼是什么时候？马丁尼是早中晚。马丁尼，咋呀？对对对对啊，就是这样就对了。哦，这样是对了。如果说马拉南姐妈妈伊马丁尼马拉南以后，妈妈正在现在正在吃早餐，所以你还找一个马丁尼是现在哈。我刚刚讲马拉南姐妈妈伊马丁尼爸爸现在正在吃早餐，所以哎，现在是什么时候？就是早上了。早上，对如果是对对，马拉菲，就是晚上了。还还还还，如果拉好对对对。干就是中餐了嘛。哎，这个就是我刚说的了。如果说你要用那个另外的去讲，你不要用马丁尼哈，就好，说那就是你讲话的那个当下就是那个时间这样子。比如说马拉菲基因那，马拉菲基因那，呃，如果要讲时间的话，就变成怎么讲？伊加利福尼亚，那么多基，哦，马拉那菲基那那么多基这样呢？所以现在是几点？伊伊查达亚那努古图基马不用查安，查呀，不用查查呀。不用查如果说达亚了吗？马拉菲马拉埃，菲已经，因为马拉菲已经包含晚上了嘛，对啊，伊努古图基就好了。你那杜基，那么杜基就是六哎，点嘛，所以现在是6点嘛。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因为我们好，讲是现在进行式嘛。开的，好，好的，那我哎，们就往下哈。好，完成式都有好，现在完成式。好，那也是一样啦。我们来看一下哈，那个完成式的话，这个时间可能会比较复杂一点哈。我们先看，就是这个结构，后面的时间就是从我现在完成式的话，从过去的时间到现在，哦，从过去到现在这样，不管多久，就是从过去到现在的方式来表示时间哈。好，那现在完成式的结构就是一样哈，就是马拉霍哦，词根我都用这个马拉霍。那马拉霍这个是吃中餐这个动词哈，后面要加马拉霍盖胡，马拉盖胡还在吃午餐，还在吃中餐，马拉霍盖胡。好，如果是马拉霍盖是正在哈，
正在吃午餐，马拉后盖夫就还在吃午餐哈，马拉后盖夫还在吃午餐。好，句子的话，马拉后盖夫格库，lalu ihoni taha anini，ihoni taha anini，从刚刚哦taha anini 到现在哈，那个刚刚一般来说刚刚可能5分钟、10分钟、1个小时，这个比较要认定比较笼统一点啊。那一般来讲，中文的话讲刚刚，大概也就是1个小时之内的时间吧。如果2个小时好像也是可以哦，就是没有那么确定哦。反正就是没有过很久了，从刚刚到现在这样。然后以后你打你这样子哦。好，马拉后盖后嘎古，然后以后你打你这样。我从刚刚到现在还在吃中餐这样子哦，还在吃。好，这边有一个都有没有？好像比较没有关系哈。我从刚刚到现在还在吃中餐，这样这个是现在完成式哈。马拉后盖后还在吃中餐。好啊，一样我们就做练习哈。像那个拔洛，如果我跟你讲，你就不要那么麻烦，你就用拉菲就好了。主要重点就是把这个结构把它练熟，这样子。好，一样哦，赶快练哦哈。好，我们请 Alex 来念。罗嫩地震，马罗嫩发生地震，马罗嫩奈河还在发生地震，马罗嫩奈河古铁崩，纳鲁伊纳基拉达阿尼尼，日本从昨天到现在都还在发生地震。好，谢谢 Alex，谢谢。好，一样那个地震哈，自然现象，所以它是妈型的哈，所以呃变成一个动作一个动词，就马鲁嫩，好，发生地震哈，这个就不能讲刮地震啊，中文好像不是这样讲的哈。呃，有没有一个字的？Alex，你想一下有没有一个字的？像就好像那个刮台风这样的那个，有没有这样的说法？一个字的哦，什么地震这样？好像没关系，慢慢想。好，那词组的话呢，为现在完成马鲁嫩奈后，马鲁嫩奈后还在地震，还在发生地震哦。那完整的句子呢？马鲁嫩奈后过西崩。好，这个是马鲁嫩奈后。好，它的主词是 Sibum，日本哦。马鲁嫩奈后过西崩，日本还在发生地震。哦，马鲁嫩奈后过西崩，日本还在发生地震。然后呢，时间从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那努伊纳提拉塔尼尼伊纳提拉就是昨天，从昨天直到现在这样子哈，从昨天一直到现在都还在发生地震哦。那中文翻译呢？从这个估后面这个哈，日本从那努伊纳提拉塔尼尼从昨天到现在都还在发生地震哦，或者是还在发生地震也可以哈。好，那我们请那个巴洛来念你的例句。
搞这个哎，其实都哦，嗨，马拉菲哦，我很喜欢讲语户。马拉菲爱好是那里后你打哈你妈妈从刚刚一直到现在都还在吃晚餐。好，谢谢巴鲁斯。所以巴鲁斯的那个词根还是一样，就是拉菲哈，晚餐。那构词的话就是马拉菲。那词组的话，现在完成式就是马拉菲埃侯还在吃晚餐哈。那它的句子就是马拉菲埃侯吉伊娜还在吃晚餐哈。马拉菲埃侯吉伊娜还在吃晚餐，然后从什么时候呢？从 nano 以后呢，达哈尼尼从刚刚一直到现在哈，所以它的中文翻译就是妈妈从刚刚一直到现在还在吃晚餐，这样子哈，好，都还在吃晚餐，也可以哈。打麻烦谢谢，那么100分，哎，好，那谢谢啊，老师。不会不会，马拉菲，哎，这个马拉菲，OK OK，好，妙喉色音好，马拉菲，马拉好玩，菲，好喂，好，我声好玩。好，那好，秀兰姐的我帮她念哈。好，马拉巴利，巴六，马拉巴六哈，马拉巴六。哎，这个我想一下啊，嗯，所以那个秀兰姐，你的这个没有，哎呀，诶，它的词根是啊，如八六啊，如果是互相八六。帮忙的话是马八六呢？那对，那男是马拉巴六，为什么是马拉？马拉八六就马拉是有那个有成为的意思哈、或者还是变成，成为变成。哎，为什么是马拉巴六？马巴巴如果六。是马886是马比较顺。嗯，不过那个秀兰姐，那个你要不要换一个这个名词的？因为这个八六是动词，不是名词哦，对不对？米八六，而且是米八六呢，八六是咪型的，所以我们说去米八六就是换工嘛，帮工嘛，米八六，就是互相换工啊，哎换工。米八六帮工。那个如果我讲米八六就是帮工而已哦，没有互相哈，米八六，所以这个秀兰姐你不要换一个，因为这个八六是咪型的，我们先用妈型的，哎，拉后来哦，注意啊，拉后来，嗯，所以你的字根是拉后来，拉后来是什么意思？我们这边是马文哈什嘛，是不是？不过它是那个哦，它不是名词哈、哦。秀兰姐，你不用想太多了，用这边就好了啦。好，因为所以你看，我们还是那个哈，就是动词、名词、形容词这个还是分清楚哦。所以大家可能在这个分辨的时候会分辨不出来哦。动词、名词、形容词，像是如果是拉后来，如果是马不黑的话，那就不是名词了哦，它是形容词嘛，不是那个腐烂或者是说马腐烂还腐烂不黑。啊，我哈是蛀牙，蛀牙，所以如果加我还就是蛀牙的意思哦。不过就是牙。它不是名词哦。嗯，好，那所以
像如果刚刚的这个86的话，86它不是妈型的哈，它不是妈型的，它是咪型的咪86，所以那马拉86啊86，也许难试的是讲马拉哈，如果还能是马886这样子，互相帮工，如果是马886是互相嘛？互相来。对啊，那如果说马886外后，马886外这怎么讲？马886以后就是还在互相还在帮忙啊。互相，还在互相帮对，工。还在互相帮忙。哎呀，马886外后，好，马886外后，如果是这样子啊，因为这个改规可能就要换哦，因为有互相嘛，马886它有来回嘛，就是我帮你你后面，帮我，我帮你，就是所以就不能用改换规了，工。就不能用改规，用改密，马886外后改密。哦，我们从刚刚到现在都还在互相帮忙，啊，所以不能讲我而已啊，因为除非你除非你用那个米八六，只有我米八六而已才能讲我。啊，那马886就是互相的话，那又要讲我们。好，这个主格这边就是双方了嘛，嘎密还就双方。变成嘎密哦，嘎密就要变成嘎密。马886外后嘎密，那努以后你打哈你这样，我们从刚刚到现在都还在互相帮工，这样互相帮工。还北看其实是很差，也是不能讲帮忙的哈，那个因为帮忙是把上，那个其实86不是帮忙的，86是我做一工，你做一工这样给我的，所以那个其实不是帮忙的。86是互相了，互相还是还互相的所以人家说啊。那个如果是你把上是纯粹是帮忙。所以那个中文翻译像秀兰姐那个不能讲帮忙，因为那个人家说那个86哦，为什么他们中文翻成换工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我没有要帮你了，我是跟你换了，我做你一工，你做我一工，这样我跟你换。我去帮忙你一工，你到后明天换你来我这边做一工，这样互相抵的。对，所以帮忙什么？我们讲清楚一点啊，帮忙就是我帮你了，不用钱了，那叫帮忙，不用付我薪水，我帮你做，不用付我薪水这样子。啊，如果说你要还我做一工，那就不是帮忙了，那叫换工。好，所以我们就是互相帮工啦。我们中文的话，我们从刚刚到现在都还在互相换工，也可以，互相帮工也可以哦。好，那我们再往下哈，没关系，那个秀兰姐，你从下一个修正就好了。哎，嗯、57分啊，我怕我们来不及。好，我们这个我们先上到这个句型5哈，我们先上到句型5，所以6跟7我们到下一周，所以我们进度有一点慢。那我们再来看哈，像那个像巴洛，还有像我们再讲一下这个，嗯、不是要讲这个啦。我们不是都有下载那个 PPT 吗？PPT 的话，你可能先看一下哈，那个什么叫做名词哈？名词是所谓的名词，就是有一个东西，像这个有没有？这个叫滑鼠嘛？这个叫名词。呀，你啊，眼镜啊，玻璃，这个也是名词。只要有东西的哈，都叫做名词，硬币也是名词。那如果
这个是有东西的，有实际的东西的哈。吉拉个，吉拉是什么词？也是名词，因为它就真的有一个东西在那边嘛。哎呀，好，哎，好，那光呢？照照，呀呀呀努呀里嘎努吉拉里，哦，要你看这个，也是名词哦。虽然好像我们看不到，可是它有一个，因为其实它也是一个曼过来讲，就是说我们也把它，虽然好像我们看不到光嘛哦，它也是名词。呀一个空气看不到呢，也是名词。风个风看不到哈，可是它还是名词，杉树的氧气，也是名词，因为我们只要可以感受得到的那个哈，因为它其实还是有一些元素在啦，虽然我们眼睛看不到，可是它有元素在，那个一定都是名词哈。那达瓦嘎，我在笑嘛，达瓦，这个就那个咯，动词哦，就不是名词了，是名词吗？是形容词了哈。形容吧，所以那个形容词。还有马拉鲁心情的马，马蒂塞，还买一粒，或者形容人的那个状态买一粒，那个都是形容词哈。马达瓦，还达瓦了那个，它是忘记，一种行为，还这个对，都是像在这边不好意思，刚刚那个达瓦是动词哦，达瓦达瓦是动词吗？笑还动词还嘛，达瓦笑，达瓦，我说忘达瓦记，达瓦了，我忘达瓦了，达瓦是什么？忘记，忘记，好像是什么达瓦了，形容词，达瓦了名词还是形容词？两个好像都是是动词哈，这边写动词，达瓦了。反正有东西的，我们先这样，我们用排除法啊，有实际东西的都是名词啊，以外的可能就是动词或是形容词这样子哦。好，这个我们还是揣摩一下哈。好，那个我们今天虽然只有上到5个句型哈，那也没有关系啦。我希望大家有领受到一些东西，可以变成自己的，那就比较重要了。好，那6跟7我们下次再练习。我们时间已经9点了哈，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好来，能够给大家哎，来，谢谢大家。好，谢谢。guru na Yesus pasipanak kami na talian to ko ifalkos. 大家，哎，好来，哎。好，我们今天。